大家好，估唔估到我而家企喺邊？我而家就喺西班牙，準備同大家展開一場奇幻時空穿越。目的地就係馬德里近郊，人稱唐吉訶德老家嘅阿爾卡拉德埃納雷斯。全歐洲最架勢嘅中世紀市集正熱辣上演，包你一秒閃返去幾百年前。每年10月秋兩天，成座阿爾卡拉就倍變新成實牙實齒嘅中世紀城堡。我講緊唔係片場佈景，而係可以行入去摸得到嘅塞麥提斯市集。呢個市集認真巴閉，號稱全歐洲最巨型，絕對係西班牙頭三甲嘅中世紀城市。望下現場人逼人，世界各地遊客專登搭飛機過嚟，就係為咗感受獨此一家嘅穿越氣氛。再睇過嚟呢邊，呢個就係今次市集嘅重頭戲——騎士表演。如果你以為呢個只係一個普通集市，咁就大錯特錯。講你知啊，呢個塞麥提斯市集其實係西班牙國寶級文化旅遊盛事，係專登為咗紀念文壇巨匠米格爾德塞麥提斯，即係寫出《唐吉訶德》嘅天才作家。你而家閣下呢個小鎮唔淨止係佢嘅出生地，早喺1998年就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。行每一步都係踩住歷史，吸每一啖氣都係文化底蘊啊！空氣仲飄緊糖果香同麵包香，全部即整即肉，香到引到你口水都流埋。行到腳軟肚打鼓，唔使慌，市集大把中世紀風味等你發掘。譬如呢款西班牙經典 Chaos， 即叫即炸脆卜卜，揸埋滾熱辣巧克力醬，外脆內軟甜到入心，一啖落去滿足到震。炭火烤肉、蜂蜜酒、香料茶，樣樣正到痹，每樣都係味蕾大爆炸。跟住烤肉嘅焦香轉入橫巷，鐵棚頂下炭火燒得正猛。檔主揸住長柄鐵叉，將成隻西班牙黑毛豬送入燒爐，豬油滴落炭火嗰陣穿起藍色煙霧，雙色肉腸喺鐵板上吱吱聲，夾雜住蒜頭同煙燻火腿嘅鹹香。嗰度係伊比利亞黑豬髀肉同伊比利亞火腿嘅絕妙合奏。嚟到西班牙一定唔可以錯過嘅經典小食 tapas。塔帕斯佢有一個音譯叫鴿子，就係當時西班牙人飲酒時配用小食合住酒杯口，
防止烏蠅飛落杯口。咁我哋就來咗呢間12歐元塔柏斯放題，款式好多，準備開食。其實呢個市集又點止買嘢食嘢咁簡單？成個阿爾卡拉魯城歐係世界遺產，行住呢啲鵝卵石路本身就已經係一趟穿越旅程，加上成個市集有超過300場表演同活動，日頭有吟遊詩人，街頭雜耍，另一邊可以親手整陶器、學編織，到咗夜晚9點。重頭戲，我爾特音樂之夜就配喺主教宮殿圍牆上演，由 UP Escalada 等實力樂隊帶你進入夢幻音樂世界。成個市集超過300個攤位，400幾項活動，真係由朝早玩到夜晚都玩唔晒。四圍都係着住古裝嘅行人，兩邊攤檔擺滿手工木雕、皮具同陶瓷，多到睇唔晒。阿爾卡拉呢個中世紀市集，唔單單係一個市集，更似係一場跨越時空嘅旅程。喺呢度，你可以感受到古老與現代嘅交織，歷史與文化嘅碰撞。逛完市集，不妨沿住小鎮嘅古老街道繼續漫步，感受呢座歷史悠久嘅小鎮帶嚟嘅寧靜與愜意。沿路上好多各式各樣着住中世紀服飾嘅藝術家喺度表演。雖然我唔知係咪西班牙歌曲，但係都覺得好好聽。聽聽下，我已經跟住啲旋律哼。市集嘅美食係另一場高潮，你唔攰見到漢堡包同薯條，取而代之嘅係就係書中桑丘夢想成為總督時想日日食嘅豪華大餐。杜爾西納亞魔法奶由杏仁、南瓜子同蜂蜜調成，口感醇厚，傳說任咗佢得到愛情嘅勇氣。雖然唐吉訶德最終都係得個吉。唐吉訶德燉鍋用黑毛豬腩肉、鷹嘴豆、血腸同大量 paprika 粉慢火熬成。文藝復興甜點用玫瑰水、橙花蜜同杏仁製作嘅各式糕點，甜而不膩，配一杯用香料同紅酒煮成嘅希波克拉斯酒 Hippocras。古法烤豬喺露天砌起嘅炭火窯裏，將成隻乳豬烤到皮脆肉嫩，油脂滴落炭火時作響，騰起嘅藍色煙霧本身就係一場表演。
爾卡拉本身就係一部行走嘅歷史書，由羅馬時代嘅 Complutum 到中世紀嘅伊斯蘭堡壘，再到15世紀由公醫主教西斯內羅斯 Cisneros 創立嘅阿爾卡拉大學，呢度一直係知識同文化嘅熔爐。行喺碎石鋪成嘅柱廊廣場 Plaza de Cervantes， 你腳下踩過嘅可能就係當年塞麥提斯同佢父親行過嘅路。塞麥提斯州嘅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，當時嘅阿爾卡拉人想揾返自己嘅文化身份，佢哋意識到塞麥提斯呢個名字就係佢哋最耀眼嘅名片，於是由最初小型嘅紀念活動逐漸演變成如今10月其中一週嘅節日，吸引全球遊客嘅巨型文化嘉年華。揀選10月，正係為咗致敬塞麥提斯嘅誕辰受洗日，變成一場送俾佢嘅生日禮物。你聞到的呢陣煙燻味，同1597年塞麥提斯在塞維利亞監獄裏懷念嘅故鄉味一模一樣。着住文藝復興圍裙嘅大廚佩德羅，正用長木鑿攪動直徑半米嘅桃鍋，鍋裏翻滾住伊比利亞黑毛豬頸肉、血腸同鷹嘴豆。最重要嘅係佢拎起一塊焦糖色嘅豬腩肉。唐吉訶德第20章寫嘅騎士必備乾糧，就係用蘋果木分足3日嘅風乾豬肉。原來呢度燉鍋暗藏小碎情節密碼，慢火代表唐吉訶德漫長冒險，隨時攰柴盡火滅，不斷添加嘅熱燙象徵桑丘嘅務實精神，而最後沸騰時爆出嘅香氣，就係技士衝向鳳車嘅悲壯瞬間。為咗復原最真實配方，阿爾卡拉大學考古係舊年用 X 光分析咗16世紀陶器碎片殘留物。我哋在塞麥提斯故居廚房遺跡發現咗狀公花同玉桂粒子。歷史美食學家埃琳娜掀開鍋盒，撒入一撮金黃色香料。書中總督宴席描寫嘅金色迷霧，其實係藏公花寓意揮發嘅香氣。最妙係燉煮時加入嘅騎士之類，用當地公酒、迷迭香同蜂蜜調成嘅醬汁，象徵唐吉訶德對杜爾西內亞求而不得嘅相思。當醬汁撞落滾燙鍋邊嗰陣，沸騰起帶着酒香嘅蒸汽，成個過程好似迷你舞台劇。你以為塞麥提斯州淨係得浮古？錯，佢最犀利嘅地方，在於巧妙咁將黑科技融入古縫，製造出1+1嘅奇幻效果。AR 增強現實，文學尋寶，你只需要拎住部手機，掃描散落喺古城各處嘅石雕、盾徽或者特定標記，屏幕上就會浮現出唐吉訶德裏面同呢個地點相關嘅段落。更神奇嘅係，虛擬嘅桑丘或者唐吉訶德繪從石牆度跳出嚟，同你講幾句書中對白，或者俾你個任務。呢個遊戲尤其受細路哥歡迎，等佢哋用一種全新嘅方式去接觸文學。全息投影餘光影秀，當夜幕低垂，阿爾卡拉大學或者市政廳嘅古老外牆就會變成巨大嘅畫布。通過精密嘅投影技術，塞麥提斯嘅手稿會一頁一頁咁喺牆上翻開，物跡好似有生命咁流動變形，最後化成唐吉訶德同佢駕獸馬嘅剪影，衝向虛擬嘅鳳車。配合環繞立體聲嘅旁白同配樂，成個表演就好似一場為古城度新訂造嘅夢境。全民換裝嘅魔幻時刻，警察唔再着現代制服，而係換上晒天鵝絨背心同插住羽毛帽。麵包店嘅老闆娘配束起文藝復興時期嘅胸衣，用古法木爐烘烤麵包，連街邊肉生果嘅阿叔都配着上麻布衫，用草繩紮住貨物。成個古城冇咗一個旁觀者。你行過街，
可能會被一個戴住面具嘅貴婦人邀請跳舞，或者被一個拎住木劍嘅細路哥問：你見到我主人唐吉訶德嗎？呢種全民投入感係任何主題公園都無法比擬嘅。當你置身於10月嘅阿爾卡拉，睇住眼前嘅唐吉訶德為咗心中嘅公義而戰鬥，聽到周圍嘅桑丘們用最樸實嘅智慧講笑，聞到空氣中混合住炭火、香料同古老石頭嘅氣味，你會揾到屬於你自己嘅答案。呢一刻，阿爾卡拉唔再只係地圖上一個名，佢係塞馬提斯嘅搖籃，係唐吉訶德嘅起點，亦係每一個到此一遊嘅旅人心中一個永不落幕、充滿住勇氣與笑聲嘅中世紀幻夢。最後送上你段傳統表演，希望你喺西班牙一樣有一段難忘嘅旅程。Repetimos por un beso y una botella de ron, por un beso y ¡Arriba el如果需要了解資訊更多關於本次旅程，可以喺評論區留言或者同我哋聯繫。多謝收睇。